弹发射拍到目标为美国运来台湾上新的防空武器刺针飞弹，讲有发射弹和海军陆战队军事官偷摕去面。56千发的枪支未属是小型的军火库，面顶阁印国造2字。检警伫3月份接到线报，龟山一间人家厝藏几啊箱的军方的枪支。一个追查发现真济军品，除了防毒面具，还有刺针飞弹的发射筒。检方一个清查追查到伫龟山海军陆战队662里，一个上尉甲3个士官有真大嫌疑。讯后就其中被告一人交保新台币10万元，其余的被告市民的部分，那认为涉嫌贪污治罪条例那向桃园地方法院申请羁押。海军司令部表示讲，确实有去找到相连一刺针飞弹射后发射筒，这是训练用的消磨品，会配合检方来调查相关牵涉不法的人员，卖检讨加处分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